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约伯记第5章第8节到27节，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义受逼迫。受难、受逼迫，遇到苦难的问题，是我们最近在读经当中讨论的主题。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人是愿意接受苦难的，但是苦难也不一定是代表着负面的结果。有时候受苦难是必要的，或者是说我们说一个人一个信仰，它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曾经与同工以及几位年轻人谈到了最近台湾的兵役恢复1年的事情。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反对兵役恢复到1年，有不少人知道这是国家的大事，也知道这是人民的责任。而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都是当过2年兵或是3年兵的兵役。很多人在兵役的期间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数当时候服过兵役的人都认为，在服兵役的期间可以帮助一个男人的成长。当兵的时期，长官总是会说，合法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训练是磨练。约伯在他的生命当中所遇见的苦难，就信仰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磨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精炼才能成精。他的磨练就在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对话当中。以利法接续又在约伯记第5章第8节到27节，他这样说道。他说，至于我要寻求上帝，向他陈述我的问题。我们无从了解他所做的大事，他奇异的作为无穷无尽。他降雨在地面上，他浇灌田地。是的，他提拔卑微的人，赐欢乐给忧伤的人。他破坏狡猾之徒的奸诈，使他们的作为一无成就。他使聪明人陷在自己的诡计当中，使他们的图谋全部落空。他们白天遇到黑暗，中午摸黑，如同在夜间。他们拯救穷人脱离死亡，他拯救贫穷人脱离欺压。他使穷人有盼望，叫邪恶的人闭口无言。蒙上帝管教的人有福了，全能者的谴责不可忽视。上帝包扎他加给你的创伤，他的手击伤你，他的手也医治你。他时时刻刻要救援你，他要一再的救你脱离灾害。饥荒的时候，他要养活你；战争的时候，他要救你脱离刀剑。他使你不受毁谤，不叫你遭受毁灭。在饥荒暴乱中，你笑口常开，你也不怕野兽的伤害。你所耕种的田地没有石头，田里的野兽也不会伤害你。那时候你要安居在帐篷里，你巡视的你的羊群羊都安全，你的子孙很多，像草原上的青草。你要收高年迈才进坟墓，像麦子成熟等待收割。
约伯啊，这是我们所观察真理。为了你的好处，你应该接纳。虽然他的话并不怎么样的中听，但也有部分是事实。比如说他所说的蒙上帝管教的人有福了，这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彼得也劝勉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要同心，要彼此相爱，要有仁慈，心存谦卑，并且愿意为义受逼迫的心志。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8节这样的说道，为义受苦难。他说总括来说，你们都要同心，要互相同情，亲爱如手足，以仁慈谦让相待，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相反的要以祝福回报。因为上帝呼召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赐福给你们。正像圣经所说的，谁要享受人生的乐趣，希望有好日子，就得禁止舌头说坏话，禁止嘴唇说谎。他应该避恶行善，一心追求和平，因为主看顾义人，垂听他们的祷告，但他要向作恶的人变脸。如果你们热心行善，谁会危害你们呢？即使为义受苦，也是多么有福啊！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要有敬畏基督的心，以他为主。有人要求你们解释心里面的盼望，要随时准备答辩，可是要以谦恭温和的态度来回答，要有清白的良心，让那些侮辱你们的人对你们作为基督徒所表现的好品性妄加毁谤的人自己觉得惭愧。如果行善而受苦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这总比作恶而受苦强多了吧。因为基督也一举为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是最用义的代替不义的，要把你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他的肉体被处死，他的灵却被救活。我们要愿意如同昨天谈到的，与基督同复活，要愿意为义受逼迫，愿意同心合意，愿意彼此相爱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蒙福。14节彼得所说的，即使为义受苦，也是多么的有福啊！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不需害怕困难，不要怕坏蛋，也不要担心威胁，不惊慌，因为这是蒙福之道。诗篇77篇，苦难时的安慰。我向上帝哀叫呼求，我高声呼叫，他垂听了我。患难的时候，我祈求主，我整夜举手祷告，但得不到安慰。我思念上帝时不禁叹息，我沉思默想，我总觉得沮丧。他不让我安眠，我愁烦不安，不能说话。我想起过去的日子，追忆以往的岁月，
我整夜沉思，我默想，我自问，难道主永远丢弃了我们？难道他不再喜欢我们？他的慈爱永远消失了吗？他的慈爱代代失效了吗？难道上帝忘记了开恩？难道愤怒已经取代了他的怜悯？于是我说，最使我伤心的是，至高上帝的能力已经改变了。上主啊，我要记住你伟大的作为，我要回忆你往日所成就的奇事，我要沉思你一切的工作，我要默想你大能的作为。上帝啊，你所做的都是圣洁，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跟你相比。你是行神迹的上帝，你向列国彰显你的大能，你用你的大力救赎你的子民，拯救了雅各和约瑟的后裔。上帝啊，河流看见了你都畏惧，深渊看见了你都站立。密云降下大雨，天空发出雷响，闪电满天奔驰，你的雷声隆隆，闪电照亮世界，大地惊惶战斗。你跋涉海洋，跨越深渊，但是你的足迹无处可寻。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像牧者一样带领你的子民。感谢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磨练，也能够磨练成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克服心里的担忧、恐惧，勇敢来面对。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